中间请。对，没错。清华边站多久？清华球也不是1天2天的事了，所以有一个奖哎，对，全部拿出来，来看前面哦，对，来听一点哦。来这边看一下，边一点对，来看边，小朋友拿出来，对，看一点对，下一个边。看正前方，对对，啊，喊出来，对，看近点，对，好。谢谢，在好，谢谢。好，3位请留步。我们这一次啊，尽管在这个奖项算是表现相当辉煌啊，那我们3个地方，宜兰台、花莲台和台北总台，分别各以一个作品入围，其实真的是，算是。我们这是彼此的良性竞争的一个大赢家。那我们这次得奖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得奖感言和心情，好吗？好，因为我年纪比较大，所以我先说。基本上呢，我们这个团队各负责，每个人都要负责自己该做的事情。那一开始在磨合的时候，当然会有些困难，可能彼此不知道该做什么。但是经过这几年的这样的这个累积下来。现在大家都知道个人该做什么事，因为有些时候会有这个截稿的这个压力，所以呢，我就负责催他们2个人快，时间快要到，快，这个就是我最常说的，快。好，那当然很开心，我们去年也入围，虽然没有得奖，但是今年终于可以把金钟奖抱回家了。那这也是景广今天的第1金，所以呢，更觉得很骄傲。谢谢大家。真的很意外，对，因为都是景广好朋友的竞争。那我觉得他们之前入围的都是前辈，那能够得到这个奖真的是非常开心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这不是最后一座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金。谢谢。我们在电台的时候，大家说我们是铁三角，就像美娟姐讲的，其实我们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然后我觉得，以前我们个人在打仗的时候，其实成绩都没有很好。但是自从我们3个结合在一起以后，发挥的那个效力更大。所以人家说团结力量大，在我们身上真的看到了，所以真的很开心。对，谢谢。好，恭喜景广，而且你们刚刚拿下第1金，你们进来的时候，景广也再拿下第2金了，所以我们也恭喜景广台北总台，恭喜3位。